在地新闻来关心，健保署有公布111年度医疗院所的财务报告。咱全台湾上趁钱的病院也是南口中间，已经是连续第7年是排头名。伊若前5名有趁钱的病院，中间医疗体系就占4名4个。也若较了钱了上济的是新北市的土城病院。健保署30公布111年度领健保费用2亿以上，全台238间病院财务报告。以整体收支结余来看，111年度上趁钱的病院，犹原是南口长庚病院，以93.93亿连7年冠军。中国妇医第3名，干那规旁长庚医疗体系的包办全台前5大整体结余病院4个名额。长庚的业外创办人当初捐的那些台塑的股票的配息，用这种观点来看，说每家医院比较不公平的，应该是要看医疗的整个收益的状况。比较长期医疗体系伫整体收支结余，也有病院面临整体收支较欠。前5名病院分别是土城病院了1.15亿，义大病院了1.09亿，由110年的趁钱变做了钱。莆田国际病院、国营病院也有网络受访会议，也拢有了钱的情形。针对偏乡医疗院所面临收支较欠，健保署表示会予因补助。预定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会跟医界还有健保会这边来做一个讨论。好，那可能会对于偏乡部分哈，因为它就是属于一个灯塔型的医院啊，那这种医院其实是应该要尽量来维系它的生存哈。那我们会跟相关的团体这边来讨论，定出一个相关的一个补助的方案。根据健保署统计分析，111年各层级院所，医务收支正好有201个院所，医务收支较欠，另外有79%的院所，医务收支拢有结余，间数为110年的163间，成长到188间。背后的原因是否也跟政府以及健保其实有祭出多项的补贴措施有关？那尤其各界其实都非常关心节育的流向追踪是否有确实落实在人事劳动上面。健保署呼吁，医务收支结余较侪的病院，会当加聘请医护人员，也会当安尼提升改善医疗环境。记者综合报道。